親愛的女兒，9年前的今天，你出生了。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。當你還在我肚子裏時，我早就預料到你出生的那天，我一定會非常快樂。可是當你真的來到這個世界上時，那種像飄在雲端的喜悅，仍然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。你常常問我，活在這個世界上，我對世界有什麼作用嗎？我很高興，年紀小小的你，已經在思考如何成為一個有用的人，甚至還擔心自己成不了有用的人。你比媽媽當年厲害得多呢。老實說，我也不知道你對世界的作用是什麼。就算像世界首富馬斯克那樣厲害的人，他的作用又是什麼呢？在沒有自動駕駛和星鏈之前，我們其實也過得好好的啊。但是，我知道你對我有什麼作用。在你出生之前，我完全沒想到照顧嬰兒竟然這麼費勁。我很幸運，有陪月姨姨和你的外婆幫忙，一起照顧剛出生的你。有一次，我坐在床邊，看着陪月姨姨手勢嫻熟地幫你換尿片。就在那一刻，一股對世界上所有照顧者的敬意突然湧上心頭。因為你的出現，我才真正明白照顧者的辛勞與堅毅。沒有你之前，我根本沒有看見他們。沒錯，是他們，在這個世界上默默付出，照顧他人的人，絕大多數都是女性。這是你對我起的第一個作用，你讓我睜開了眼睛，看見別人的默默耕耘。大概在你出生2個星期後，我照常抱着你，餵你喝奶。趁着這片刻的寧靜，我發呆放空着。就在那時，你突然伸出小手，輕輕摸了摸我的臉。那一刻，我被震撼了。在此之前，在我的記憶裡，從沒有人用一隻充滿愛意的手，這樣撫摸過我的臉。這就是愛嗎？還是催產素的作用？沒關係，怎樣都好。謝謝你，讓我體會到那一瞬間如此美妙的催產素時刻。這是你對我的第2個作用。我手忙腳亂地度過了你出生後的頭幾個月。有一次，你哭了一整夜，我的耐性終於用盡，忍不住大聲罵了你。在這裡，我要向你道歉，你什麼也沒做錯，我卻如此蠻不講理。雖然我常常失去耐性，很多時候忘記對你微笑，甚至有時只顧着瑣事，忘了停下來多看你一眼，但你從不介意，總是包容了我的一切。每次我望向你，你總帶着無限的愛意迎向我，向我伸手，對我笑，或者靜靜地看着我。這些瞬間，讓我明白了什麼是無條件的愛。這真令我驚喜。在成為母親之前，我從沒想到，孩子對母親竟能如此包容，如此慷慨，如此無條件地愛着他。謝謝你，你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，因為無論我多糟糕，至少還有你，依然無條件地愛我。這是你對我的第3個作用。現在，
你已經是小學生了，陪着你一起長大，一起學習，我仿佛也重新經歷了一次童年。沒有你，我怎會去學習溜冰呢？沒有你，我又怎會懂得欣賞音樂呢？沒有你每天的提問，我也不會學到那麼多中文字。對啊，讓我悄悄告訴你，媽媽也只是邊學邊教而已。我不是超人，其實有很多事情都不懂。為了回答你那些充滿哲學意味的問題，我不得不變得更聰明。謝謝你，常常激發我的思考，和你聊天真的很有趣。你讓我變得更聰明，這是你對我的第4個作用。說到這裏，你應該明白了，作為一個人，我們一定會對身邊的人產生作用的。你不必擔心自己會沒有用。最後，我想跟你一起探討，身為人類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作用到底是什麼呢？這個問題，我從小就一直在思考，直到我接觸了量子物理，當中提到觀察者的作用，我才好像找住了一點靈感。試想想，如果一棵大樹在森林裏倒下，發出了巨響，但那裏一個人也沒有，那這棵樹真的有發出聲音嗎？要有人聽見，聲音才算存在啊！我不確定我們對這個世界還能產生什麼作用，但至少，人類可以觀察世界，詮釋世界。這是其他生物難以做到的，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這份能力。媽媽最希望的是你能繼續睜大那雙充滿好奇的眼睛，去觀察、感受、享受這個世界。就算只是一根小草、一粒沙子，它們的存在也已經為世界增添了一點色彩，更何況是如此美好的你呢？謝謝你，讓我成為了母親，我真的很榮幸，而且很享受當你的媽媽呢。被你深愛着的媽媽。2026年3月31日。